5日节，台中南屯万和宫全国唯一的穿插家站拉里，今年有超过1200人来参加。另外，庙方冒传敢若在地有的满意，予大家免费来享用，100个当去取午时水，转厝保平安。清茶家大声站头卡，台中市政府伫南屯万和宫前举办清茶家站拉里的活动，超过1000人大声采鸡，也有4个人目镜趣味比赛，民众伫大日头卡热情参与。要同心协力了，大家都同一个脚才可以玩下去了，要不然都会摔跤。在地人，我做囡仔就来参与啊，所以我这届是第10年，我以公职来讲是来10届啊。所以，阮主要是以厝的做喜事的心情来参与的。清茶家站拉里庆端午是台中南屯当地特别的民俗活动。2008年就订入做台中市民俗类文化资产，逐年起引上1000人参加，主要是在地长辈讲，早年农业社会的南屯是一个拉里县，希望透过穿目镜站头卡的声，叫醒得困的拉里，替农地还土，有祈求五谷丰收的意思。早期啊，有祈祷说这边是一个拉力 head 啊，利用端午的时候，把那个拉力把它吵醒，那就对我们的在地的那个丰收的一个的帮助这样子。台中市文化局就把这个民俗活动登录为我们台中市的无形文化资产，那所以它现在是变成一个我们南屯区公所、民政局共同举办年度庆端午的活动。市政府初步估计，今年参加活动的人数超过1200人。另外，宫庙原有提供在地出产的特色美食麻薏汤，让民众吃了后清凉退火，度过台中才有的5日节嘉年华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